大家好，這期視頻介紹街道嘅街、聲母、讀歌還係讀字在漢語方言中嘅分佈情況。南方漢語方言幾乎都係讀歌聲母，極少數人士除外。比如貴州人遵義、貴陽可讀歌也可讀字。廣西靖遠、泉州嘅雙方言讀同普通話嘅字。其他城市有兩讀嘅包括安徽省嘅岳陽、滁州、江蘇省嘅西豐、湖南省嘅江水、甘肅省嘅蘭州、潤德、寧夏嘅銀川、懷柔、隆德、山西省寶雞、潤州、黃龍、山西省嘅臨沂、河南省嘅寧波、內蒙古嘅部分人士、河北省嘅宣化、昌黎、遼寧省嘅朝陽、興盛、吉林省嘅長春、松原、吉林、安土等多個人士，黑龍江省嘅哈爾濱、切切哈爾、漠河、伊春、順義等多個人士，新疆嘅沙灣、哈密等人士。以上從最東北嘅黑龍江省漠河到最西端嘅新疆沙灣，直至南方地區嘅貴州省貴陽市，都有歌字兩讀。單讀字聲母嘅南方比較少，貴州嘅咸寧、通仁、廣西嘅靖遠、泉州兩鎮市、湖南省嘅新田、嘉禾、江西省嘅浮梁、浙江省嘅武義、杭州、湖北省衢昆、河南省嘅極少數人士，比如滁陽。安徽省北部單講字，南部單講歌，合肥市單講字。江蘇省包括南京市在內，以及最北部嘅老西北部嘅幾個人士單讀字，中部、老南部幾乎單講歌。西南地區除貴州部分人士，其餘調查點幾乎都讀歌聲母。東北地區嘅遼寧省除沁陽市單講字，其餘大部分人士單讀歌或有歌字兩讀音。吉林市嘅長春老大部分嘅人士有兩讀音歌老字，有3個人士單讀歌聲母，冇一個調查地點單讀字聲母。黑龍江省一半人士兩讀歌老字，一半人士單讀歌。哈爾濱係歌字兩讀。西北地區嘅省會城市蘭州、銀川係兩讀。甘肅老寧夏兩城區嘅調查點冇一個單講字，部分人士兩讀，部分人士單讀歌。西安老太原兩個省單讀字同普通話。常州、石家莊、北京、濟南同普通話讀字聲母。河南省、河北省、山西省幾乎全境單讀字。山東省絕大部分人士讀字。安徽省包括省省合肥市在內，中部、老北部幾乎都係單讀字聲母。可見歌聲母分佈雖然主要在南方6大漢語方言區，但係北方地區也有唔少人士單講歌聲母嘅，比如青海省嘅西寧市。歌字兩讀嘅北方省省有蘭州、銀川、長春、哈爾濱。南方嘅北方方言區省會城市成都、重慶、武漢單講歌聲母。合肥、南京單讀字聲母。陸南方言廣州話、福州話、長沙話、南昌話、梅州話都單讀歌聲母。杭州話係個例外，讀字聲母。絕大部分嘅客家話嘅姐、豬、姐等數都讀歌聲母。字、字、字等數也係讀歌聲母，但係四川省嘅客家話受西南官話嘅影響，
G、G、G 等書都改為 G 聲母，人傳惡化。好啊，地區街道嘅這個翻譯方言，各種聲母在地理上嘅分布介紹到地聽，多謝觀看下期視頻，再見。